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24版5下注嘅客家清新闻，我是陈彦祖。有多位下注亮点嘅带来关心，近比国内有关一个武汉肺炎疫情嘅清醒发展。通常一般呢啲下注亮点嘅时间呢，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会来开始哦。不过呢啲近比记者会开始以前呢，啲鸦片有件事情呢，会同大家讲，就喺呢啲2003年嘅时间，咪就係第17年前，因台湾表出一例SARS疫情。第幾公時呢？啲台北嘅和平醫院呢，就有同都會發生一個動態規模嘅群起感染。第17年前呢，近比呢個和平醫院就來封上嘅。第7年時間呢，一個和平醫院呢，佢地度總共造成呢有137個醫護人員在邊度，係講呢，另外有24個醫護人員來死亡哦。佢近比經過17年研究，喺台灣呢啲先前呢一個按嚴重嘅經驗當中，要來學習麼？有好多乜嘅經驗麼？因為睇緊呢，請關心呢，就係講一個盤沙監嘅情形以前呢，佢有關呢一個盤沙監到底呢，近比會新增加其他嘅確診計劃麼？佢點解下呢？指揮中心就要停定同大家來講嘅。我哋早晨呢，一個行政長蘇貞昌去到立法院接受總質詢嘅時節，佢就有本媒體問到，就係講呢，廿一部嘅從喺貴豐埔針對一個傳監控嘅詳細情形。公法呢係一邊再高邊哦。從一開始嘅時間呢，一個相關嘅總管呢記住講，一個所有嘅阿邊個呢，加到係啲新嘅15嘅時間，將有本加到下順。如果你下後又來講係新嘅14，就有樓梯加標注起哦。係我哋先前呢，咪有一個指出中呢，記住講係有官兵有發燒，佢有來回報。我呢佢嗰位營業就係都會籌備一個記者會叫針對講，其實嗰陣時呢係有回報。一個阿邊個係後聯溝通，一個發燒情形係冇回報嘅。故所針對一個國軍一邊再一邊嘅一個攻防呢，一個蘇貞昌就有講到嘅，希望貴豐埔來調查清楚本軍人完整嘅報告，希望為來補救。係我哋要本體界要問到講，廿八貴豐埔嘅危機處理有合嘅冇？嘅蘇貞昌咪強調，希望呢所有嘅民眾本國軍時間來做調查。而呢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定就係開始嘅，嚟到看一下現場情形。指揮中心研發組的副組長，好，司徒副局長、副組長，好，那也是我們國務院的副院長。那在右手側的是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仁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現在就請我們陳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一天工作來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們今天還是有一個新增一個案例哈。那30多歲的男性，好，那是磐石艦好的軍人。那個案4月18日到集中檢疫所隔離。那一採的結果是陰性，4月22日出現嗅覺異常、流鼻水、鼻塞等症狀，23日再採檢，那也後送就醫那今日確診。那我們今天也沒有本土的案例那本起群聚事件到目前為止，總共這個都是磐石艦上的有30人確診。那衛生單位也掌握接觸者總共1843人，其中530人為居家隔離的對象，那已經採檢了125人，那91人為陰性，其餘在檢驗中，1313人為自主健康管理。那持續會對個案的公共場所的足跡調查，並公布上網。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確診的案例是428人那264人解隔離。那昨天也新增了1028例的一個通報那截至為止，我們大概總共通報的案例將近6萬人是59026例。好，那另外我們在資源組指揮中心有建立一個就在我們的技術這個上面有一個研發組裡面要在國務院那邊有成立一個技術資源的平台那能夠來幫助大家在各方面藥物的研發、檢測的試劑等等，若需要檢體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可以提供大家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研發的機會。好，那我們是不是請這個司徒副院長給大家說明一下？
谢谢指挥官，还有副指挥官，在场的专家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那因应这一波的疫情，那在指挥中心下面，我们有个研发组。那这个研发组在过去1个月，我们成立了一个针对这一次病毒特别的一个技术跟分析的资源平台。那这个资源平台可以因应所有的，包括药物的研发，包括检测的试剂，以及疫苗的发展，我们需要先做一些研究的时候，这个技术资源平台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提供相对的资源。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本着一个单一窗口、多元服务的精神，来应付所有的包括学研、包括医疗、包括业界的这些需求。那这个资源平台基本上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个生物检体资料库的平台。那这个平台事实上早在2月6号，我们的指挥官特别交代我们国卫院的梁院长因应国内各界，不管是学研，不管是产业，甚至是医疗院所需要这些生物检体的时候，那我们希望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在2月6号接到这样一个指令，2月7号开始，我们召集了全国各医疗院所相关的感染科的这些专家跟主任。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那订定了一个 SOP。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议是，所谓的生物检体的采集，我们主要是以血液的检体为主，因为不管是鼻腔或是咽喉腔的这些试体，那不管是它采集的过程，或者运送的过程，或保存的过程，都会有很多生物安全相关的疑虑。所以我们这个资源平台主要是以收集血液的检体为主。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已经收集了74个血液的检体。那这中间也有7个机构来提出申请，包括有4个业界，包括有3个学术的单位。那我们经过很快速的审查，那目前会有2个案子，我们在本周就会提供这些相关的检体来进行后续的这些研发。那第二个这个平台的第2个部分是指我们整合了全国可以操作这些活体病毒的 P3 实验室，我们组织了一个资源平台。那这个资源平台就包括国卫院、包括中研院、包括台大、包括长庚、包括成大这几个机构，因为我们有过去 CDC 核准的在 P3 实验室可以操作这样病毒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个网址，在4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公告了一个网址，在国卫院的网页的首页上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资源平台的一个网址。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收集了20件的案例，那这个案例都非常的多元主要是来自业界。那不管是针对这个试剂的开发，不管是对药物的研发，或者对疫苗的这些发展它的面向非常多元。那这20个案件里面还包括很多驻外单位的一些国际合作的一些案子。那这个案子我们一开始会经过初步的评估，然后会分给我们在研发组下面，我们设3个分组，包括药物有一个分组，包括疫苗有一个分组，包括这个检验有一个分组。那这3个分组有各自的审查委员，那我们会经过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审查，然后把这些需要生物检体或需要做 P3 实验室这些活体病毒测试的这一些案子，就会到我们资源平台。那我们资源平台会做一个非常快速的媒合，那把这些需要活体来做检验的这一些产品，那我们来媒合不同的医疗院所，在合乎所谓的科学精神，合乎所谓的伦理的规范，合乎所谓的安全条件，
那也很快速的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它的研发跟未来上市的时程，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推动跟资源。那以上做这个平台的简单的说明，谢谢。好，非常谢谢哈。那我们今天说明到这里哈。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喂，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那个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今天据传好像首次的临床试验失败。那请问台湾目前使用瑞德西韦的状况如何？那用在重症跟轻症的治疗效果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吗？那这边想要就请教张教授，对这款药物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这样子？对，那第二题还有现在有许多民众有表示说，很多要寄给国外亲友的口罩都还没有寄出去，好像是卡在海关的部分。那是否能够请指挥中心说明一下这部分的状况？谢谢。好，各位今天看到的报道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初期的试验，看起来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哦。不过基本上中国大陆的临床试验是有点提早结束了哈，那所以这个资料是不是够完整还需要被做一些检视哈。那此外，当然现在因为有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在进行当中嘛，所以我们是期待的这个更大规模的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里面包括有中度的感染程度跟严重度比较严重的感染程度的这2群人哈，那到底效果如何哈？至于我们参加这2个研究里面，那跟先前跟大家报告的是差不多了，我们就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哈。那因为我们的个案数其实也是不多哦，所以很困难说用这样的一个少数个案去下任何的结论。虽然先前有跟大家说明，好像觉得蛮有希望的哈。那这是我们在少数个案中的一些初步的观察，然后不能用据此就据下结论，还是要等到这个公司的整个大规模的完整的临床试验结束以后，那最后分析的结果才是真正定论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如何。好，口罩的部分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把它了解清楚之后再跟大家说明哈？同样是跟那个瑞德西韦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这边测验是没有效，它是跟 WHO， 据说是 WHO 那边不小心发出来的啦。那我们这里的报告是要跟 WHO 这边做讨论吗？还是说跟原药厂？那我们从原药厂那边得到的有得到相关临床测验的资料，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好像测试的还不错，有希望。那其他国家的临床试验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台湾这个状况，刚刚教授有说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有媒体就是说，我们的官兵有30个人测出有抗体，不知道这个教授能不能核实一下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抗体的检测现在有多少人检测了？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第3个比较蛮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媒体报道，就是说好像有网军在这个场合里面那我们的那个一直都有在强调，就是说好像对岸有网军在这进来，在我们这边有言论的一些批判啦。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开放，就是说有一般民众能够参加这个记者会？毕竟我想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都需要听到及时的一些报道。那如果指挥中心这边有开放比较单独意见的民众进来的话，那是不是能多元的意见都能够纳入？这样如果座位够的话。先后面那个等一下我们来请了。单独的个人进来，民众恐怕还没有开放到那样一个情况吧，要不然就要在体育场开了哈。那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一定，反正都媒体都在嘛，都有一定的传播的管道。
应该还是可以把讯息应该是会正确的传达。那至于就是说我们会收集相关的意见，那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会适当的时候予以回答。那至于就是说各类的网军也好，不管是对岸或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大家都有不同的这意见，那我们就是虚心受教，虚心受教。那至于刚刚那个药物，好，那媒体的报道是说中国大陆的试验结果跟 WHO 报告然后都出来，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没有特别有管道去求证这种事情，那好像也不是我们需要去求证的。那至于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基本上这是原厂主导的所谓的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所以所有的执行模式就是我们标准的临床试验的方式，那所以里面不管这个随机分组的状况，那都是依照我们国际标准怎么进行临床试验，我们去执行。那最终的这些所有个案临床试验个案的资料结果，当然都是回到一个整个临床试验架构里面的一个资料处理中心。那在这个资料处理中心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可以随便看到这些内容的，一定要等到最后这个整个结果都收集完整了以后，那他们才去做最后的资料的分析，那统计结果是如何，哪一组的效果好，哪一组效果不好等等的，那有没有副作用或是没有副作用，那有多少比例的副作用，这些都不是用单一个中心的资料来看，而是全部累加在一起的时候，最后才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当然也不会有知道其他的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心他们所做的结果如何。好，那有关于抗体检测的各部分，昨天指挥官也已经跟大家说明了，我们是很谨慎的，还是在执行当中。这是磐石舰全舰的377位都有检体，那昆阳实验室是进行的比较快，那连夜赶工是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啦，那我至少我个人从来没有提过任何的一个数字。那这个部分台大的在昨天也初步完成，那只是有些实验室自己也是很谨慎的，对于这一个不是很明确是阴是阳的部分，其实实验室自己就要再重复再检测，所以台大也是之间重复检测，原则上在今天中午稍晚一点，大概就会全部再重复检测完成。那中研院的这个中研院比较严谨的研究机构嘛，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严谨的在进行这个所有的一个检测的部分。那他们的结果应该说还没有完整的出来，然后所以这个互相的比对的部分，那就是希望在这1-2天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比对。谢谢。好，那大家都提到这药物的事情，早上我有稍微注意到，但就像张教授讲的，我们并不明白里面真正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一般的了解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临床药物的试验，其实它是有一连串的一个严谨的一个过程。那每一个单位因为是多国多中心，所以每个单位参与也都是一部分，而且事实上都有保密的义务了，把这样的一个结果跟报告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做相关的一个报告。那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保密的规定的存在，所以在任何的药物也牵涉到一些商业的机密跟商业的利益。所以呢，就是有任何单位在原公司未揭露全部的消息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点瞎子摸象了。那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来宣布这样的一个类似瞎子摸象的一个情况，让大家一时之间也搞不清楚。在我知道的时候，除非在临床试验中间有重大的一些可能造成伤害的讯息，那才会可能及时的来揭露，那否则一般都是要等到这个完整的一个设计里面的 case 都做完了之后，才会对外来宣布。
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血清的试验的检验，它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分了几个单位做，那几个单位这3个单位其实做的方法都不一样。那怎么样来把这个全部的资料都收集完，而且还要专家一起来做研判那才不会也流于这样子的一个瞎子摸象的一个情况了那反而增加一些困扰。那速度时间上稍微比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要有点慢。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比它完整一点才跟大家来做报告。凤凰卫视提问，指挥官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海军在召回这个军人的时候是有集合在台中一中门口嘛？那现在造成商圈跟学校的恐慌，那商圈甚至指出说想要跟海军作为赔偿，因为他们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生意。那想要请教的就是关于确诊者在全台这样子的足迹，民众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警戒，还是其实也不需要过度恐慌？当然，我也必须要讲，就是说在集合地点的选择当然在学校上面我们当然觉得是相对的不恰当了那有很多地方的选择当然这也仅止于不恰当了我们不能说这样是语法不合或是他的错误。那这些的接触的时间，相对的现场的管制是不是有做适当的一些管制就派一些纠察人员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区隔提醒民众的注意事实上在集合地点本身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他要怎么样去传我意思说，你不是现场跟他很密切的一个接触者超过一定的时间，光是这个场地的本身其实要做一个散播的可能，那我想几乎是没有了所以也呼吁大家不要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恐慌那需要谨慎。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空军也传出有接触史，那想请问一下说，目前我们有考虑国军普筛的可能性吗？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军医原本是说他们有通报发烧，一位发烧，但是后来又改口说是通报这个扁桃腺发炎，那想请问一下说，军医这边通报的过程，指挥中心这边能掌握吗？那是不是这样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这个防疫的漏洞？谢谢。那空军好像说有一个是打球，是不是？打球的接触者，那当然需要做一点疫调，看打球互相接触的时间怎么样。以前我们也打过球，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在同一个场上打，我也在旁边看等，所以那个几个情况，真正的一个情境，到底接触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至于他等于是一个在空军本身是一个接触者，这是一个确诊者的接触者。那他的亲密接触者最多是在这样子一个要提醒他稍微注意那其他的人应该来讲在我们的传播链里面是不存在的。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指挥中心之前说我们已经有用抗体检测用上市的套件，那因为外界有传说现在的这个套件好像是从中国进口的，那想要请教一下指挥中心是从哪里进口？对，我们实验室已经开发了，也经过食药署已经紧急授权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昆阳实验室用的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开发用的。那台大的部分可能就张教授来讲。就是昆阳有自己的开发的套组，就像庄副署长所说的那他曾经也尝试用上市的套组来做交叉比对了所以那个第一批的3位其实是可能是2种方法都有做那也许我没有说得清楚。那不过这一批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开发的套组在做检测长官好，3例提问今天是4月24号就是17年前的今天，和平医院因为 SARS 所以封院那么17年后，我们现在同样碰到武汉肺炎那么加上现在因为军舰群聚的关系，有可能扩大的风险。想请教部长就是17年前台湾经过 SARS 之后，
后来我们才有各个面向的这种防疫的经验。那么台湾现在在这一次疫情当中，你觉得我们获得什么样的启示？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张教授，就是17年前、17年后，你都站在防疫的第一线哦，那么你有什么启示？谢谢。好，当然感触很多了哈。那昨天在记者会后，还有指挥中心的相关的会议之后，在昨天傍晚5点的时候，有到和平医院去，给和平现在还是在承接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照顾病人的责任嘛哈。那他们也已经全院清空，在准备有任何的疫情状况哈，所以特别也去给他们加油打气哈。那也非常谢谢他们在17年来一直担任着我们最重要的台北区的传染病防治医疗网的专责应变医院哈，那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新型感染疾病的出现。那里面当然包括 H1N1 的时候，他们也承接2009年 H1N1 全球大流行的时候，也承接了这样的责任哈。那这一次他们也确实照顾了不少的病人哈。那所以非常谢谢他们的帮忙。那这一次去看，那里面当然除了同仁的努力哈，那我们过去17年来，每一年哈，这样的医院哈，和平都做所谓的应变计划的一个准备，那做演练，然后随时都准备接受挑战哈。那此外当然除了员工的士气都保持得很好。那在昨天我应该是在这次疫情当中第2次去和平医院了哈。那看到他们也都是很努力的把病人都照顾得很好。整体来讲当然也接受过几次的媒体的采访或访问哈。那提到说17年前跟目前我们到底有多大差别哈。这里面说起来当然内容很多了哈，就是不在这边耽误大家的时间哈。那只是包括我们的民众哈，那素养的指挥官也都几次提到哈，所以这一次和平周边的商店周边的民众也都没有特别的抗议，也没有特别的说恐惧哈，那所以也是都很正常的运作。那这次我们在整体国家的防疫作为上的非常大的进步，包括民众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大的进步。我想我太多东西就不便在这边说了。这我相信张教授一定是感触很多了哈，他将来可以写一本书哈。那真的，他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经验，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最早 SARS 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牙医师工会理事长，刚退下来，我第一个时间也去请教那个张教授，说我们这牙医该怎么做。好，那不过一直这个病毒跟人类的战争都一直是存在的。那怎么样的一个健全的社会，怎么样一个健全的人的一个心理的素质，然后互相来协助，是我们跟病毒在战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17年前的经验也做了整体的国民的教育。那我们有非常强的我们的感染科的专科的医师，形成我们专家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 CDC 很好的我们的防疫的医师，那采检的机构的素质整体都提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要特别，我刚好问到这个问题，我特别还要强调，就是说在跟疫病、传染病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说生病是没有罪的了哈。就好像我们第一位出院病，我还记得在这里他讲的话，就是说没有人想要得病嘛。事实上没有人想要得病，所以当生病他需要是什么？生病需要就是我们社会要支持他，对，那他需要就是好的医疗的照顾。那我们政府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像我刚才讲和平医院等等，大家都做好准备。就是要想要提供一个最完整的医疗照顾，做这样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把它做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接触者也是无罪了。那其实接触者比我们都更紧张了。
我们社会都更紧张。不过我们同理心一想，接触者又更紧张。那这个时候他更需要一些心理的一些支持，才让他心里能够平缓，能够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或是把自主管理把它做好。我还记得以前在 SARS 的时候，不要说跟人接触到了，我还记得那时候和平要撤院的时候，到那个三总的那个三总那个什么后备军人这样一个中心，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车子从那边过，人车都一律都让道，那几条路没有人敢要去，连这样的一个接触，大家都怕得要命。那你想想看，如果跟确诊者有接触过的人，他心理上是怎么样？如果换作我们的话，我们自己会觉得很害怕。而在人在最害怕、最孤独的时候，需要是大家的 support， 而不是大家对他不断的去猎污那这样子，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帮助的了只要大家有同理心，才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了那口罩也好，疫调也好，检疫也好，采检也好，医疗，它都是非常宝贵的防疫的物资。那有时候我们每样东西都很准确，那希望说能够用在刀口上，为的是要把整体的量能把它储备好，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天其实我们是第12天，在本土都没有案件的一个情况下了那也因为在本土没有案件下，所以这个敦睦舰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事件就会引发社会里面对这样的事情的不满好像说这龙林海但事实上不然了每一个独立事件都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很清楚，我们就是准备好的为了什么就是要能够处理这些突发的状况。如果那时候我们检疫所没有好好的准备，在这次要做大量的一个集中隔离的时候，我们就会慌了，那就会把这样的一个隔离没有办法做好。那现在我们有准备了，现在来了，我们碰到了，那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它，把它隔离好。那今天也第6天了，我们有看到就说第2层的一些情况。那看起来情况是好，但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大家社会是痛苦的因为本土大家努力了这么久，那他领了12天，那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好像大家就心慌慌，可这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了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有问题我们就面对它，处理它我们有能力去处理它，所以大家放心要注意，但是千万不要恐慌，更不要对立。刚刚听的话有讲到17年前，那就刚刚听的其实有点感动。好，我是东森新闻，我来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先问一下，昨天传出说有一位旅行社的主管他使用到了叶克膜，那可以帮我们说一下目前确诊的病例当中有多少人还使用叶克膜？那这一位使用叶克膜的旅行社主管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吗？那再来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一点，就是说高雄市长韩国瑜他还是说有希望说整个医护可以普筛，那今天其实有各种反应的声浪，那有人认为说普筛之后可能会没完没了，那我们想要问一下指挥中心说能不能用2个正反两面的立场，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是普筛好还是不普筛好。那同样的问题也是比较类似，就是说昨天庄副这边有告诉我们说4月1号就有一个足迹的标准，但是如果从这个足迹标准来看的话，这一阵子军舰案的足迹似乎其实都有超过这个标准。那当然我们除了问说会开罚吗，再来是说这个足迹的标准是不是会觉得还是由中央以后来公布会比较好，因为看起来这个足迹标准似乎真的很难去达到。当然如果我们也知道说中央公布的话，如果说疫情真的我们不想乐见变大的时候可能会没完没了，但是这个足迹标准指挥中心会不会考虑以后还是由中央这边来公布，会不会比较好？谢谢。
有关目前有3例就是还在住院当中有3例在使用叶克膜了哈。那在使用叶克膜这几位当然就是还在稳定当中。那有之前也有个案，那使用这个呼吸器跟叶克膜，后来也都脱离这些呼吸器跟叶克膜，也可以出院啊。所以我们在为这些个案加油哈，谢谢。旅行社的主管目前就不说是什么主管啦，嘿，对我目前就是说，就是有3例的这个个案是有做叶克膜，至于他是哪一例，我想那个外界都有报道哈，谢谢。好，足迹的公布哈，我昨天也前天还昨天我们有发公文嘛哈，就基本上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另外就是要公布，也要注意它的一个必要性，然后跟它的一个，就是对于隐私的保护，那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经验，其实各地方政府，也就会慢慢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分寸，怎么样对于，相关的是有必要的跟没有必要的，我相信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练习了哈，我相信这分寸可以拿捏得更好。我们并不会因为一时的这些情况，那就是说要把这东西禁止，把这东西我觉得整个地方跟政府怎么样来合作，在一定的原则之下，那对于疫情的防治是有帮助的，那大家可以合作，那也需要有一点练习的时间了哈。然后第二，我刚才讲过说，不管是疫调也好，普筛和筛检也好，这都是一个防疫的资源呐哈。所以第一个要问就是说，那就是筛了以后要做什么？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调查以后做出来这个必要性的调查，所以的必要性就是说完了以后它有帮助吗？那我们来想想这情况，那就是说我们昨天也讲过说，医事人员。我们在想象中，它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在指挥中用方法就有任何的可能专业的判断，那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来筛，那筛了也做了，那做了结果1852人是那就全部都是阴性，包括的照顾者，那基本上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证据的前提之下，有没有必要把全部的人都筛？那如果假设那样的前提是对，就医护人员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要全部筛。那全国的这医事人员将近在5万人，那护理人员15万人，其他的医事人员有执登的32万人，那这些人要不要筛？如果这些人风险都这么高，那社会的风险必然很高。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本土的案例，是55例，我们没有感染源的，我们有10个。那代表的这些人相关人员的风险到底高到什么情况？那我觉得这要有一点在科学的基础来做相关的判断，那也要掌握它的一个必要性跟资源使用的一个有效性，那可以好好的来谈。年代玉电视这边想要请问一下，有纽约的医护数据显示说，靠呼吸器为生的患者死亡率近90%，那这样的状况，指挥中心怎么看？那台湾使用呼吸器脱离险境的比例大概有多少？谢谢。好，到需要使用呼吸器，基本上病人的病况当然是非常严重嘛，就到呼吸衰竭，那甚至所谓的呼吸窘迫症候群的状态哈。那里面有一部分人在我们这边至少也知道说连呼吸器都没办法维持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使用叶克膜来帮忙。那在我们刚才张副已经跟大家说过，我们目前有3位在使用叶克膜当中哈。那连同前面的至少有5位哈，那有1位就顺利的脱离叶克膜，脱离呼吸器，那有1位死亡个案，也曾经用到叶克膜，还是没办法挽救，基本上就是他本来的状况实在是太，原来的身体的状况跟原来潜伏疾病就是非常严重，所以还是没有办法。那呼吸器目前还有10位在使用呼吸器当中，包括刚才讲的那3位哈。那这里面我们
确实的数字我不太记得了哈，不过我们也已经有好几位顺利的脱离呼吸器，那然后到复原的程度了哈，所以应该至少也有3到4位是曾经用过呼吸器的，那后来顺利脱离呼吸器的。那没错，使用到呼吸器，当然死亡率会相对会高哈。那不过纽约的那个报告看起来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高了哈。那一般用重症本来就死亡率就偏高，然后用到呼吸器、用到ECMO的死亡率都很高。那可是台湾的医疗团队确实是非常厉害哈。那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知道，对这样的一个新兴呼吸道疾病、新兴病毒造成的很严重的肺部感染以后，那如果你有办法把它撑过最严重的这个阶段，它后来是会慢慢复原的哈。所以在我们的很多医院的这个整个坚强的第一线照护团队的照护之下，即使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后来都还逐渐的康复。死亡的几个，除了第一位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确诊的时候，他就已经刚好那天就死亡了哈。那其他的都是因为病人本身的状况是潜伏的疾病实在是太严重了，比较不容易救治回来。那剩下的我看到的目前都是团队照顾得非常好，也很多都正在康复当中。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问一下，今天有立委表示，小三通从本岛到离岛再到中国的港口是分成国内航线与国际航线2段航程。在对岸的港口运货是采入港不入境，但人员有实际接触的疑虑，然后回台湾却只要报备从离岛到本岛的国内路线，规避掉国际海运入境人员需检疫14天的规定。所以立委就建议说，政府是不是能够对小三通的货船船员进行筛检，并且注记健保卡，并能够要求船公司能够提供船员的防护的装备。想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谢谢。这一点立委可能有并不是那么的详细清楚状况哈，所以有一点点有一点落差哈。我们这个航港局在3月19号就已经依照指挥中心所订定的这些标准。那对于小三通这个中转船的部分，他们我们订定了一套 SOP 在做进行。那只要是他有这个从金门或是连江到厦门或是连江所接的这个港口哈，一律都是要经过这个开立如果要下船进入到出港，那就一定是要居家检疫的部分。那2月份、3月份，其实开立的居家检疫书就有300多张，那一切都是依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在做进行跟处理，所以原来就已经是纳入中转船的一个管理机制。那这一块是涵盖有航港局，那还有包括这个移民署的国境大队，那包括这个各港务警察总队的部分都一律一并在，还有 CDC 的同仁，一切都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下来做运作跟处理。那另外是刚刚有询问到口罩的部分，那目前在整个核准的案件有12万8千多件，那已经出口已经寄出去的有10万4千多件的这个件数所以并没有卡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核准的片数是381万多片，那目前现在已经出口出去的片数是311万片。那主要的国家是美国、日本跟澳洲。各家电视想提问一下，想问一下，今天新增案例当时一采的时候有出现症状，或者他在当时在船上有就医记录吗？他有没有去验那个血清的抗体？那另外还有就想请教一下，针对有抗体血清能为治疗带来成效吗？然后再就是他对疫苗的研发，血清能带来帮助吗？谢谢。我先回答，就是说我们这个潘氏腱的话是全部都有抽血。那今天也开始对其他2条腱的也陆续在抽血，所以血液的检查都会有。
好，那至于刚刚其他是请张教授。好，发生病毒感染以后产生抗体，这是我们自然的身体的免疫力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所以对于说得到感染以后，那会出现抗体的，这样是非常自然的现象。那至于这个抗体对于疫苗的研发有没有什么帮忙？疫苗研发归疫苗研发，然后那疫苗研发出来以后打到我们人体上，也是期待我们产生一样的抗体，那可以对抗这个病毒，而不致再发生感染嘛。所以您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产生抗体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然后我们的疫苗研发也是期待打了以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产生抗体。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今天的这个个案啊，它也一样是这个二采阳性嘛？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讲说，就是它是要在发病之后才会比较容易就是验到阳性嘛？因为它也是在发病前几天跟前4、5天都是没有验出来嘛，那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要发病之后，然后另外呢，也是想问一下说这个抗体的部分，因为现在377人都是分送3家孵化实验室跟这个中研院这边来做检验，那如果最后3家的数字都不一样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来做判读呢？谢谢。对，我们当然就是会在预测上面是认为它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专家的一个小组来做判断，它不是这样子一翻两瞪眼，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需要大家对整个数目字整个一个情况做一个这是一个大家来研究，那要根据这些病史那等等的才能够得到一个概括的一个轮廓了好，有关于这个发病以后或发病前的采检，原则上当然是发病以后就很容易被我们采检得到阳性结果了那发病前是不是一定都验不到？不一定那发病前1、2天也许也会被我们采检验得到，可是可能也不是100%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就已经验得到那发病后我们才是比较可以更敏感的得到阳性结果的一个时间点了指挥官好，民事提问宜兰收到短耳挂的口罩，那宜兰药师公会一度说这不是瑕疵品，要大家自己动手改善。这个短耳挂是11公分，一般耳挂是16公分，相差5公分。许多民众都说戴这个口罩是很不舒服，而且没有办法更换。县长林姿妙今天就呼吁中央要注意这件事情，来改善口罩品质。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谢谢。其实这种也不用呼吁嘛有这状况就来反映，那我们派人去看看，如果确实是不好用或是有状况的，那我们当然是可以给他更换，那没有问题。长官们好，中天提问。首先有关于就是刚刚有问到那个韩国瑜市长说要筹措经费替医护进行普筛这个部分，那想要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有违反到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这个本土的个案已经连续12天已经是没有的了，可是其实像敦睦舰队它的个案其实一直在出现所以指挥官这边指挥中心这边是不是认为说是敦睦舰队在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盯得不够紧，或者是说太相信国防部的防疫等等的状况？那么我们未来会进行那种所有入境者都要进行普筛吗？那以上谢谢。这个普筛的题目真的要找一个机会，大家好好来做一下研讨了就是筛大家都一直好像有一个概念，以为说这只要有筛，那筛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而且大家看到这经验很多嘛你有阴转阳，阳转阴这样子变来变就换句话说，你在采的那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让它的正确性能够提高。那有人讲说反正就筛嘛，筛了有阳就好，可是你在一方面你要相信这样的一个检视的结果，你相信它这个阳的这块，你就放掉另外一块可能是它是阳变阴的，所以这个采检它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科学化的在它的必要性跟有效性上面一定要做一点考虑了
那至于在裁剪里面哈，我们现在并没有规定，就是说不能裁剪嘛，好，但是不能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公务防疫的物资来做裁剪，好，所以这地方我们是要把它控制的，就是说，好，相当的，就是说能够一定的量能啊，遇到突发的情况，好，我们能够很有余裕的把它处理好来，好，所以我还是说。任何人就要做这些筛检而言，当然是个人的自由的意志哈。然后另外一个，好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报像通报的系统里面，那是不能动用我们这样一个公务的资源。那其他的那当然是自由的选择。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好，最后一题，好来。部长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昨天昨天就有问，就是说昨天那一例就是磐石舰有说要公布他是哪一区接触了多少人，昨天有特别说会后会公布，可是好像没有公布这个资料出来，然后所以今天这一例他会公布说他曾经去到哪一区，然后相关的他是在哪一个地方会比较危险。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掌握的那个接触者是1843嘛，跟昨天又差了606人接触者，那蛮多的哦。就是说怎么会多出来这么多？那是不是跟我们的磐石舰不断的确诊，然后它跟它的相关追查到的人数是有关系？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增加了606，这人真的蛮多的，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那当然是根据确诊人的增加，哈，那还有我们在原来的确诊的案例里面，好，那也许接触者我们又揭露了更多，那觉得有需要再匡列起来，好，就学着这样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漩涡嘛，哈，就是今天查了这几个，那几个好像有特别的情况，那再往外扩，好，总是把这人数能够要把它掌握清楚来。那第二个，昨天那一例。我的情况没关系，我们会后再来讲。那今天这一例我知道是他24号发病嘛，哈，22号发病。那前2天他18号其实就进到我们的检疫所了，所以相对来讲，前一段时间他传染的可能性相对的低。好，那不过也有相关的疫调存在，那我那一部分我们是不会来公布。不好意思哦，那想要再确认，像这一例，他之前有没有什么在船上的就医记录吗？我是有看到说，在前一段时间，他陆陆续续有腹泻的情况，哦，那似乎没有特别的就医的的一个记录在，哦，这我初步了。这种问题少问我哈，因为我很容易讲错哈。因为太多了，我容易讲错，会大家都是很紧张。好，那不过好，我们今天记者会哈，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里，谢谢。好，针对近比国内情形的疫情方面呢，加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的，近比国内中央新增加异地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也个确诊个案呢，其名系一个盘沙间当国的军人，一个军人呢，其系一个30岁的男性哦，其系伫强阳，系伫新年18的时节，本人现转去做集中隔离，不过呢，其伫一切时节系阴性，都系新年20年，亦就出现皮毛麦多面丝，还个有见流。然后韩国有披公色色的相关症头，伫新年23日本线上做第200测检过后，就伫近比确诊的。故作呢，伫近比新增加嘅异地确诊个案过后呢，一个盘沙间当个确诊个案总共来到33人。韩国呢有关国内总共的累计病例数，也还没基金的来到428人。然后呢有63人死亡，其中有264人系解除隔离的。也呢现在一个指挥中心同样了解一个盘沙间当局以前很用的别快来嘅感染源头系对哪呢？故所呢，也指挥中心没有针对所有盘沙间当局的军人来做疫情的采检。稍后呢就来看呢新闻报道。海员盘沙间全市感染检测见厉害，现时全港共有29位人确诊7位到武汉肺炎。为了要查清楚，疫情指挥中心会针对盘沙间377个官兵来出现
检验抗体。有专家讲，抗体检测主要是爱靠 IgM 同 IgG 两种抗体，用药来团也要改变检验的时间点。IgM 代表是急性抗体那它出现会比较早。IgG 呢代表曾经感染过，它出现稍微晚一点。那不过它持续的时间应该很久，所以如果两个都阳性的话呢，代表最近感染；如果 IgG 阳性 ，IgM 已经阴性了，代表可能感染过一段时间了。另外，现时全世界当地嘅钱爱治疗武汉肺炎有效嘅药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官方网站先前才看出，瑞德西比和中国临床试验失败嘅消息，初步发现斯里亚种瑞德西比药嘅患者死亡率无较大，对亚国内专家认为太规模研究慢结束，讲亚都都太做诶。他有可能会在做次群体的分析他会把严重的分析一下，不严重的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在不同的群体里面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指挥中心强调，也要改变的血清抗体会送到器官所的昆阳实验室，还有中研院同台大三个素材检验，按算对疾病意识，每位针对抗体含个岳飞两台原监控的改变出血验抗体，而了解规旁事情感染的情形。记者赖淑敏、庄子嘉台北报道。虽然讲呢，近比盘查监当局呢有新增加一个确诊个案，不过其实呢亚今年对亚个确诊的数量来看呢，都唔系讲动多。先前另外嘅都董事讲，一个盘查监当局呢为这个发生太规模的群起感染事件，对亚今年的增加数量来看呢，其实呢就判大家很大风险呢。亚呢针对个盘查监的调查呢，其实呢亚个地方政府还有纵容鸦片，就有发生一条意见无买强用情形，就从呢高雄市政府同一下指挥中心就有地位议压起来哟。前主要呢最高已经高雄市长韩国瑜其向外针对所有一条神监控的官员来了解家条发通的素材，韩国瑜发通的警告，一条资料都希望落去调查起来。不过呢，就有人批评讲，一条呢可能会侵犯民人隐私一方面。前主要呢就认真讲，一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其就有讲到的，为全面来做疫情调查。前主要呢就讲，先前有个案，而系唔接受一个疫情调查，不过下后呢就来确诊呢，就讲讲一个疫情呢可能会有防多素材，故所一个高雄市长韩国瑜，佢就系呢同坚持来针对所有敦睦干脆官员来进行疫情调查，还讲嘅假使唔配合就会来发到。佢针对一样问题呢，嘅指挥官陈时中佢就有讲到嘅，讲地方政府假使想要来做疫情调查嘅重用嘅态度，其实系唔反对嘅，明愿意来听数。唔过呢，佢咪强调，假使呢我来发一条阿边个，可能呢系无反言经济嘅。佢针对一个中央同地方政府意见无相用嘅情形呢，佢近边一个行政长苏贞昌呢，没有伫接触中治省的时间，没有回应到一个问题哦。佢就一个讲到嘅，讲地方呢，新主要呢为当建中系做地来理解，唔过呢，还係希望呢，大家呢，還係照定一個指揮中心嘅建議來做。一個地方政府會按建中，新主要呢就係講，一個盤查監前面呢啲抗壓嘅素材呢，就係啲高雄鴉片。嗰種呢高雄呢，一下呢係簽到一個盤查監確診嘅話，遊戲發通嘅素材都係啲高雄哦。嗰種呢一下雖然講，高雄市政府董事唔過呢中央係呢建議外堂指揮中心外堂中央嘅行政院副院長嘅陳其邁。佢咪有講到嘅，希望呢針對亞類疫情調查部分呢，希望中央同地方為強下來上網來做。假使呢有意見無相用素材呢，還係希望大家呢都留意講清楚來，留問題講清楚來，大家呢好好來討論哦，就唔好有按到意見。佢從喺啲近邊時節，高雄市鴉片又有公布新嘅防疫措施，沙亂呢會針對一條娛樂場所會有新嘅管制措施來看呢新聞報道。高雄市長韓國瑜帶衛生局、警察局、教育局嚟到 Q 處開防疫記者會，公布防疫嘅新做法，從高雄市休閒娛樂場所做下外姓名登記。入內活動消費必須採實名制，進入營業場所之後填寫實名登記表，否則業者應該拒絕消費者進入。講到嘅娛樂場所包括所有嘅視聽高衝業、三溫暖業、舞廳、舞場、酒家、酒吧、體重加比茶室，最近未開始，市府會進行稽查，唔聽憲法，實發3天到萬5。因為韓國瑜之前表示，已經對全市4000萬個醫護人員做起驗，有醫護人員連出反對。已經有的資金呢，不要用於普篩一線的醫療人員。
反而拿来可以去进行一些防疫物资的调度啊，或者是甚至是在纾困方案上可以有更多的资金补助。针对医护人员，高雄市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楚，两个重点：一，感恩的心，谢谢他们；二，自愿参加。那还需要中央来核准跟配合。我警队明年初3，高雄市要进行兵推演练，韩国人重新强调唔要分享，唔定外界这么乱解套，还搞死讲自家系分享手机嘅楼梯，分享不见，请大家唔好讲分享嘅事情呢。记者秦伟仁、免照片，高雄报道。也呢，一个军内上监方表出以前其实大家呢都当紧张哦，也呢就连立委呢没有来想办法看来。检视一条军员防疫部分还有哪条冇做好素材呢？嘅早前嘅时间呢，国民党立委就开嘅记者会啊，佢就来认为讲，一啲讨论呢有可能会造成一啲防疫防唔到素材，建议讲针对一啲讨论嘅传言，我嚟做全面起检。仲嘛会有按样看法咯？前主要呢就系讲一啲国民党立委，有啲提出呢，其实就系讲认为讲，虽然讲呢廿两岸啲小散同鸦片人呢系总地去到对岸系总地来来去去嘅，唔可能。嘅讨論一部分係去做嘅，嗰種呢其中認為講，小散同人呢一部分係要停下來嘅，唔過討論係冇停下來嘅。假使討論去到對岸為抗案嘅時節，其實呢係係為下課為部署，係係為補有一條嘅一條傳言呢，係可能會同對岸嘅人有接觸，可能呢會有接觸風險。嗰種呢國民黨認為其一條就認為講，也呢會針對所有嘅傳言，我嚟進行全面嘅起檢，係可能要針對一條傳言。呢，我哋填補卡蛋糕嚟做主機，咁我哋講也條有時去到對岸，就像去武漢嘅民眾安尼嚟做主機，咁我哋了解也條可能係高風險族群，我嚟特別注意。然後呢，咪要求政府會針對一條產業，會提供足夠嘅豐富種批哦，也係國民黨立委提出嚟嘅呼籲。唔講你針對一部分呢啲家下嘅記者會當中嘅指揮官陳時中呢，未有嚟回應哦，佢就講其實呢一部分係國民黨立委也條對世界情形係無按了解，前主要呢就係講，現在國內嘅相關政府機關，第3年19時節就有提出相關嘅 SOP 嘅，就假使講從國內一條線呢，去外對金門，韓國有外從去外對連公一條，去到廈門，外去到對岸，假使呢有下線外同對岸嘅人來接觸，也呢都。中央會配合一啲居家隔離哦，因為中央會來配合居家隔離嘅傳言，中央呢就已經有303年咧。嗰種一部分其實防疫中心早就有注意到嘅，嗰種呢可能呢一啲討論唔會造成一啲防疫嘅結構，未像一啲國民黨立委唔是提高少。好嘅，以上呢就係見比有關國內疫情嘅情形部分，接下來這個繼續來看國際疫情嘅情形。先前呢一啲後面疫情還係動力快，雖然講呢亞經嘅看起來。疫情已經有較緩了哦，不過呢，嘅東道國家還係有實施封城禁令。因前面呢就對法國嘅一啲客家僑胞當個來了解一啲法國時鋪嘅情形，也係一啲係啲法國時鋪揾到林豐人嘅僑胞同人帶來啲法國情形嘅消息。台灣嘅鄉親大家好，我係林豐美，係法國嘅時鋪落嚟用。自新冠肺炎開始咧，有1整月嘅時間，法國咧巴黎、東浦、北浦個嚴重，我係咧時鋪差唔多有2000人沒有測到哈。為咗防疫法國咧政府咧，我哋唔好出門嗱一出門人要帶證明出嚟，嗱先得出門。唔在乎規定來嘅人要罰錢咯。學教育啦，傳統啦，店面啦，仲係關門咯。人有藥店啊、民生用品嘅大賣場啦、個醫院呢，那有開門。大陸可能平時大部分都冇嘛有人，茶係嘛清少。法國咧口罩冇足，藥店亦買唔到啊，先買本嘅醫護人員個病人。所以法國嘅政府，嘛希望有到嘅工廠，法國人自家做嘅呢部位做嘅口罩來做防護。政府嘛愛他家人多寫書啦，盡量唔好出門，對人之間呢要保持1公尺嘅距離，出門愛戴布口罩來保護自家。
目前為止，我冇聽到是普我哋台灣鄉親有人切到嘅案例啦。今年有談到一個喺法國時配僑胞呢，主要講到其實也法國嘅情形係東南從我們相關人民係總唔得出現。你看到也全世界確診人數已經有270萬人按多，韓國呢也下歐洲已經未係動力開。也呢啲歐洲鴉片我特別注意嘅就係啲比利時鴉片呢，比利時鴉片呢雖然講呢也看起來確診人數42797例，唔係歐洲先到嘅，不過呢，其死亡人數係6790例，也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5%卡價，其實呢一部分已經係全世界先到嘅哦。因為比利時呢對前幾年呢開始表出疫情過後，差唔多呢第20年以來呢，佢當年嘅死亡人數都有減嘅300人，到今年初10月時節很衝海，也嘅死亡人數來到減嘅500人按多記錄，因為死亡率按高，前主要就有動到嘅養老院地度發生嘅群體感染事件，就造成呢有動到老人家認證都唔掉就來過身呢。嗰種呢一下歐洲鴉片有動到民眾主動揚心來自家來做出亞條相關嘅防疫來提倡大家，就從係一部分大家看到亞總圖當局去擘解，當局呢大家呢來經同大家講嘅1.5公尺嘅沙膠安全距離都帶有記憶咯。嘅圖控呢差唔多，這裡看到呢有1、2、3、4、5、6、7，有7個一個秘魯嘅關呢，一個比利時前有名嘅就係一個秘魯嘅，嗰種呢家條就用秘魯嘅一個關呢來同大家來提倡。假設呢有7個秘魯關呢就係1.5公尺，韓國有從一個有5個防禦嘅關呢，當過一個防禦嘅關呢，5隻防禦關呢就係1.5公尺。韓國有圖控一個拍拍嘅規件嘅安尼東西就係一個衛生紙哦，差唔多呢有16件嘅衛生紙嘅攞起做起來呢係有1.5公尺。嘅民眾地方卡呢做得用世界一條相關嘅生活用品同來了解講嘅假使唔係保持沙膠安全距離做得來用嘅來端咯。韓國呢嘅其實呢同到嘅採體嘅民眾呢未主動少一部分咯，主要呢也嚟鄉親啊，家條係希望講大家呢唔好離奇安檢，故所呢家條呢就啲順控呢為了一個太太嘅眼前，就種係富拉健用嘅，希望大家呢為同期保持1.5公尺安全嘅距離，來減少一啲特別多風險。而下來呢就繼續來看一啲全世界各地民眾係用嘅來做防疫措施嘅。民眾去超市買東西，也係討全世界當到都市度，規億民眾當日就會做嘅。唔過買床病床嘅書包，本防疫專家認為係傳播新型冠狀病毒嘅主要媒介之一。故所用嘅唔會買到書包，要做嚟同佢嘢打開來拿東西。發明家都見咩？詳細看下也介民眾都打開冰箱架下，唔係用書包裝去買書包，係用書去攪，就像平常打開冰箱用嘅。This is a good invention, very good, helpful. I think everybody likes this, you know. 所以講唔好用書包裝去買書包，或者係台中運輸行來嘅東西，土木度嘅設備，比如講基督徒嘅禮拜、彌撒，或者係穆斯林嘅實體祈禱，各國都有禁止。今日空路路位嘅清真寺愛做乜嘅咯？同年期體熱太上，伊斯坦堡也做清真寺，就有後生嘅教宗來做主，同民眾無卡度、無事業嘅食物，或者係材料，用食物銀行嘅形式同人聽書。İhtiyacımız da vardı. Adam çalışmıyor, boş. Ben de ev işlerine gidiyordum, almıyorlar. Evimiz var ama gelir olmayınca sosyal yardımdan da yardım yapmıyorlar. Kötüyüz yani. 除咗愛適當嘅東西，精神嘅安慰咪當重要。本人要求愛自家隔離嘅民眾2、3禮拜看無卡人，係講有些嘢唔曉用命路。比利時速度不如3年，也台愛嘅巴士可能有用。一樣係有些嘢唔信，分別係發現好，也是每日嘅媽媽同阿婆隔離期間聽到家孫嘅聲音，2、3年都叫嘅。佢用本人動感痛嘅情形係討美國家族，咁咪權利民政人員討防疫期間，咪同民眾共證結婚，各地充滿咪做嚟用喇叭徵婚。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under the state laws of California. You may now kiss. 也對爭結婚嘅2公婆上漸加下，還記得防疫規範。
大人做嘢咩上進，佢當然要學成期的位嘅，也用嘅討公正現實完成過後，同做嘢咩拿下來上進，用簡單用貼皮的方式來結婚。記者徐家燕編譯。而家新聞報道都可能就看到，一類武漢肺炎其實對全世界大家生活都造成動態影響。從一啲民眾假設話去結婚，咪聽錯為帶罪嘅咩？係講你從比利時嘅片呢，還有巴士係放送一類錄音帶嚟撥同大家來做加油，也係啲以前都可大家看到卡溫馨上面。剛剛你同大家講到，就係比利時鴉片亞種呢，就係比利時一類 Brussels Times 布魯塞爾嘅一類時報，而當講呢就同大家來提醒啲生活當中，這裡用。大家呢，同簡單拿一多東西來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哦。從一個5種嘅 A4 紙啊，韓國有從一個手機嘅11集一個手機嘅 iPhone 11嘅一個手機嘅都做得來維持一個1.5公尺安全距離。如果你睇家下呢同鄉親講到一個鴉片嘅係啲荷蘭嘅民眾，一個荷蘭都向西亞個佢啲行啲公園都向世界，佢啲順後呢就為一隻一個演員嘅錢呢，就希望呢大家會同佢保持1.5公尺安全距離。嘅主要呢，在啲僑胞談到一個消息呢，就來講建議嚟講，建議要來聽一隻呼啦圈，來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也係國際上疫情相關嘅消息，同大家來做分享。亦都提供呢有關國內最新嘅疫情發展，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9點半嘅客家新新聞。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